而家進行嘅係54公斤級嘅決賽。咁南方係泰國選手，紅方係韓國選手。咁頭先啱啱係有一個頭部上段嘅攻擊，咁係得到2分嘅。而家比賽紅2藍0。比賽係紅2藍0嘅。對不起。比數仍係紅2藍0嘅，咁而家紅方係有一個警告啊。咁第一回合結束，比賽紅2藍0。观众朋友们，您正在看到的是男子54公斤级。第二回合即將開始，咁而家係男子54公斤級，即係旗量級嘅決賽。第二回合已經比賽開始啦，咁南方係泰國嘅選手，紅方係韓國選手。而家比數係紅2藍0。咁紅方係有一個警告啦。比賽繼續。比數仍然係紅2藍0啊！咁頭先個攻勢係冇俾到分。咁都係再喺度重複一次啦。咁由於而家新嘅賽制之下呢，咁一定要有4個裁判入邊嘅其中3位裁判判定有得分嘅情況之下呢，先會有一個合法嘅得分嘅。紅藍係各被警告1次㗎，咁令到而家分數咧係變做紅1藍0。比賽紅1藍0。
第2回合結束，比賽紅1藍0。男子54公斤級決賽第3回合，而家開始。咁係南方咧係泰國嘅選手，咁而紅方咧係韓國選手。而家比賽紅1藍0，藍係有一個警告嘅。咁藍係由於跌倒咧，所以都係接受一個警告啦。咁而家比數係負1對1，藍負1對紅1，紅係而家係領先緊嘅。比數係藍負1對紅1。被警告一次，而家比數仍然係紅1對藍負1，紅方即係韓國係暫時領先緊嘅。比數係紅3藍0。咁頭先紅方係有一個警告嘅，被警告一次嘅。咁而家比數係紅2藍0。咁比賽結束，比賽紅2藍0。咁韓國隊係獲勝。韓國隊選手成為今次嘅男子